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跨党派国会助理直直欢迎抗议国民党立委陈国珍提案的助理费都制化，立委承诺未改变制度，也毋过部分立委助理坚持爱提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拜六礼拜有冷气团落南，部分所在温度恐惊会降到10度，3500公尺的高山嘛可能会落雪。来看高雄市的架生，阁有台南市的南西，从暗到今仔透早是连续发生4架的地震。气象署指出讲，这是菲律宾海板地甲欧亚板地小浪造成的。但另外拢是今年1月2日大埔地震的地震尾哦，后山嘛有可能会阁有地震尾，所以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11暗时11点外。台南市南西区一间人家厝内底，外面内底原地平静的树啊，凶害一个，了后就开始摇啊。高雄市架生11暗时10点49分开始，连续发生3架的地震，上大规模4.7，上大的震度4级。到12透早4点24分，台南市南西区嘛发生规模4的地震，上大的震度伫台南是4级。这4架的地震深度拢无到9公里，拢是极浅层的地震。南西民众年初才受到地震的影响，即马搁拄到地震，也是真惊吓。地震惊，拢带到直窜呢。伫我伫南西菜街吼，地震一了，来到这里，地震我惊死。在今天的凌晨4点多的时候，又发生一次地震，也是震央是在我们南西正南西区，这一次也是被震醒，震央在南西。那个是上下摇，大家真的有一些老人就已经睡不安稳，又被吓醒了。他们都说，真的脚都不自觉，就是要往外跑了。这样。中央气象署表示，架生地震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互相相克造成的。咱若12透早南西的地震是属于年初大埔地震尾的属地内底。那第2起地震的话，因为它的影响较大，所以我们有对嘉义县市跟台南市发国安级警报。可以看到正央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它受到向北雨沫的那个力量，跟欧亚板块向东雨沫这个2股力量互相的拉扯，所以这个地方的地质条件是相当的复杂且脆弱的哦。气象署提醒，架生地震的地震中心，地质的条件较复杂、较脆弱，后续阁有应力的调整，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规模较细的地震，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明仔载拜六礼拜哦，又阁有冷气团会落南，部分所在温度恐惊会降到10度，体感的温度会只剩7度左右。气象署嘛提醒讲，这波大陆冷气团哦，会是立冬以来上悬的。立冬以来上寒冷气团到位，拜六下晡会开始影响台湾。气象署提醒，到时全台大降温，普遍气温伫14度至16度。礼拜拜一搁较冷，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体感温度可能无到10度，体感温度嘛敢若剩7度。然后要比较明显留意的就是在周6，就明天的下半天之后，其实在北部的气温就会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好，到了周日的清晨，可能在北部的一个低温大概就会落到14度左右的情形。那下一个可能比较偏低的一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在周一的清晨哦，在周一清晨也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冷却效应的出现，气温可能会低到大概10度左右的情形。气象署指出，这波冷气团会维持3天，到后礼拜2冷气团才会减弱，温度才会豆豆回升。也若雨水的部分，拜5、拜62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雨势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形。礼拜就会开始转做大冷的天气。最明显的降雨大概会是落在今明2天，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一直到宜兰地区，整体来说雨势是会持续比较久的。而且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而预估到了周日之后，整体的一个水汽是会逐渐的减少。另外，气象署也提醒，拜六暗时到拜一天光，北部宜兰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落雪或者是结冰的几率，提醒民众若是想要去山顶看雪，爱注意路况。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基隆的自来水受到污染，基隆市指有超过15万户受影响。基隆的检方嘛已经抓到头牌废油，一间叫做众成的公司，甲负责人、甲员工等7个人上班哦，其中5个人奉升压，2个人交保。早起开机压停，5个人是拢裁定收押禁见。
鸡笼河出现污染，造成鸡笼的自来水有油味，鸡笼实质超过15万户受影响。代志经过2礼拜，即马总算抓到嫌犯。鸡笼检方大动作追查，发现涉嫌偷排废油、污染水源的是一间合作中型的公司。拜四暗，公司负责人甲员工等7个人红送法办，5个人红申请羁押，2个员工交保。鸡笼店法院拜5早起9点半也调开羁押庭。鸡笼市长呼吁抓到凶手一定要重罚。未来一定会投入更大的资源、心力、机制跟跨部会的合作，来去杜绝任何可能的行为，并且也愿意祭出检举、吹哨的相关的奖金，目的就是要维护基隆河川跟饮水品质的安全。另外，伫这个拜二，鸡笼也发生严重的车祸。一旦看到乌色的轿车速度真紧，去弄到人了后，搁弄向停伫边仔的车辆，其中有一个73岁但要倒粪扫的乌子送病院急救，2天后不幸过往。警方表示，有验出赛车的人有毒品的反应，目前专案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落去侦办。警察同仁到达现场处理案件的时候，在嫌犯的车辆上面发现毒品，立即予以逮捕。那也现场实施毒品快筛，发现他呈阳性反应了，据以侦办移送地检署，并建请地检署声押。在12月10号的23时左右法院裁定羁押，让嫌犯暂时隔离社会。鸡笼警方表示，因会加强处理，强化追查食毒了后开车行为，嘛会追查毒品的来源，也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可疑的车辆甲事件，就要随向警方检举。记者陈心东、曾俊佑鸡笼报道。伫网络买卖毒品有一款手法，达个毒品带伫一个所在，爱买倒的人去找。高雄市刑警大队伫11月底，嘛伫林武一个公园掠到一个姓陈的摇头，佮出动掠毒犬来找毒品，是计强找到200多支的大麻粉。一听到教官指令，掠毒犬扣拿就随时个片。高雄市刑警大队甲保三总队合作，在1月底带掠毒犬来到仁武一搭公园要找毒品，一找到位扣拿2支脚就开始绕土，连面就找到摇头藏伫咧土地毒品，规工落来拢总找到200多支的大麻粉弹。Yes, good boy. Yes, good. 搞呢？今年28岁姓陈的摇头，透过网络通讯软体和食毒的人去下订单，等收到汇款了后，姓陈的摇头就选一寡较偏僻的所在，甲毒品带落去涂骹，然后甲物件定规团伙摇骹，互因家己去挖。警方表示，这是即阵正接用来买卖毒品的手路，叫做洗转手。摇头摇骹免见面，就会当买卖交过，减少去互警方查到的风险。这个摇头说，因为毒品藏伤侪大，家己也记袂清，所以才出动掠毒犬来斗三工。得知陈姓犯前在公园里面的多处埋藏毒品，本队随即申请宝山总队缉毒犬的支援，经由姓名可乐的缉毒犬的协助，我们在公园内查获多处以及挖掘到多处的大麻烟弹等毒品。找到毒品就随大声飞，警方表示，掠毒犬会当闻到涂骹底3公尺深的气味，嫌犯甲毒品藏伫咧20公分深的土地，对因来讲是小可代志。现在姓陈的嫌犯已经羁押禁见，认为买卖是2级毒品大麻，未来相当会当判无期徒刑，甲1500万以下罚金。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云林的警方接到报案有民众因为假投资诈骗损失上千万，警方掠到车手，佮继续追查，嘛佮掠到12个嫌犯，其中有9个人互法院裁定羁押，嘛查扣诈骗的金额265万，佮还案的汽车5台。因为诈骗集团内部人互相无一定熟悉，所以因会用100块的纸票的号码来当作暗号。警方伫咧旅馆内面掠到主嫌犯姓赵的通缉犯，因为伊长期拢住伫咧旅馆，用假投资的方式进行诈骗。敢若今年10月、11月2个月，诈骗金额就超过1000万，派车手去提钱，也佫用纸钱顶头的号码做暗号。他们1、2线的那个面叫车手的部分，因为跟收水手不熟，所以他们会用一张100元钞票，然后先拍照，以钞票的编号当通关密语。
确认身份之后再交那个诈骗的所得的部分。警方讲，这个诈骗集团正顶真，经过警方积极自北中南港部进行查缉行动，成功抓到集团幕后的控制组嫌犯，总共抓到12个嫌犯，其中9个人获发现裁定羁押，查扣不法所得265万，5台作案的车。这波打诈专案总共破获47团283人，具体逮捕178人，扣得多断其经脉，查扣涉案车辆31辆，诈欺不法所得现金2340万余元。4月份成立了云林打诈队那我们不断的到20乡镇去做所有的这个试诈防诈的这个宣导让我们所有乡亲了解现在诈骗的手法。警方讲，云林县114年间之嘛查到诈骗集团166团，逮捕970个人，比去年增加89团506人。面对着愈来愈严重的诈欺犯罪，会继续追查，也希望民众要注意，这嘛诈骗的手法愈来愈多种，拄到可疑的信息，要加问人，唔通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提出助理费除罪化的想法，引起跨党派立委的助理的反弹。今仔就有上百个国会助理伫立法院的门口抗议。助理讲工会甲提案的立委陈玉珍协商，针对工会助理的薪水佮年尾奖金会维持目前现在的制度。陈玉珍是未提案，也毋过部分的工会干部佮会员是无法度接受，因是坚持讲陈玉珍得爱撤回提案。维持工会制度，保障助理工作权。刘布条抗议，美国包围国会助理伫立法院大门抗议，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所提的助理费由立委统筹运用，要求助理费除罪化等修法，要求提案补偿金的款项。助理的要求很简单，是希望维持现有的工作权利，维持现有的公费助理制度。好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努力去收割，先骂助理，然后来收割。民众党团副总调张启凯也来到现场声援，不过伊并无参加提案联署，和助理因正不满。另陈玉珍也来到现场，讲提案过程无够周严，不过有一寡助理无接受。民进党在执政立法院多数的这8年，也完全没有去修任何助理的这个权益。那今天我在提案的过程中，我承认也许是不够周延各个委员也没有仔细的。要助理工会代表甲陈玉珍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来现场关心，不过助理因提联署书请伊签名时阵，韩国瑜伊并无接受。没关系，这个没关系了这个已经正式出来的。来，我们请理事长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会后双方达成3点共识，包括工会助理薪水也个年终奖金几乎无少，按照现有的工会助理制度，加速推展相关法制化工作。一个陈玉珍用修正动议方式整合助理工会所提出的修法版本，也是国民党决定的无提案方向。国会殿堂是一个最民主的一个地方，各种声音都应该予以尊重。查水表的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事情。因为这边有跨党派超过300位助理联署被提案，传讲国民党总调卜君奇怎么伫咧追查有多一寡南洋立委的助理有去签，不过卜君奇否认。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早起伫台南主持国防分段选立中心的启用典礼，传出讲总统中道会临时来调集民进党的立委到党中央开便当会。赖清德是讲，若被主导的立法院无要审总预算案，嘛无要审国防特别预算，嘛以听书无证的方式通过真侪法案，所以找民进党团做伙来讨论，看要安怎来应用。透过逕付2读，没有公听会，也没有委员会审查，这种程序不正义的方式，通过许多法案。这段时间以来，蓝白主导的立法院所通过的种种的法案，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国家财政永续，也伤害了人民公平的权利，也将使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应变各种措施。在这种严肃的状况之下，我当然要召集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大家共同讨论如何来因应这一个局势。
巴清德嘛呼吁在野党讲政党的政治本地就是互相竞争，也毋过咱国家只有一个。民进党执政以国家利益优先，嘛望讲若被主导的立法院爱以国家利益优先，社会合作，国家才会当继续进步，嘛会当得到人民的支持。国民党团推动开放公教年金哦，有民间团体是警告讲，若反年改法案三读通过，政府就要扩大半补，算来哦，全体国人平均一个人就要负担29900块。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嘛调野协商，那边是强调讲，伊毋是反对年金改革，是认为讲改伤这济咯。民进党团嘛呼吁国民党哦，毋通为着要讨好退休的公教族群，破坏制度。这案按算下晡要进入三读。另外，上新的消息，那边哦以人数优势，甲无在一投票法的草案已经政府拟妥，嘛阁会交予调野来协商。天检公教年金的相关法案引起调野攻防，立法院长韩国瑜则已调入调野协商。那边强调，毋是反年改，是抬过头爱小停的。民进党是呼吁国民党毋通因为巴结退休公教族群破坏国家制度，甲要协商无共识。韩国瑜才是送到议会进行处理。这个案一定上紧12日下晡通关三读。伤害的就是现职的公教人员，因为年金的基金提早破产。那么对现职的公务人员是不公平的。国众两党积极营营，要讨好他们自己退休的公教族群。那这种巩固自己支持者来反对现在政府推动或过去以来持续推动的年金改革，无疑的是一大倒退。明年事件，反年改法案甲现役公教人员害甲真惨，增加世代差距，使现役公教人员面对无退休金通领这个悲惨困境。若是反年改法案三读通过，为了维持原先无破产这个目标，政府爱扩大半补，换算落来全体国人平均每一人爱负担29900块。如果没有民进党2017年的粗暴式的年金改革、乱砍式的年金改革、污名化的年金改革，今天不用在野党出来拨乱反正，我们也没有所谓的讨好，是你执政党施政无能、执政不力，在野党要来修补错误跟漏洞。专属部表示，退伍基金的问题是无足额提拨，总共无即个修法，基金也可能会伫民国138年破产。若是修法提早停止调降，估算大概会提早3-4年，这是真严肃的问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墨西哥的国会通过法案，明年开始要针对无甲墨西哥签贸易协定的亚洲国家，要扣5%到50%的关税。有专家是表示讲，咱台湾出口墨西哥的产品，主要拢是电子、资通讯的物件，伊嘛是咱出口第10大的市场。咱台商伫墨西哥阁有真侪投资，所以影响恐惊袂小。全球经贸变局阁有风波，墨西哥国会伫当地时间7日通过法案，宣布为2026年开始，对无甲墨西哥签贸易协定的亚洲国家，研究要扣5%至50%不等的关税，内容包含汽车、钢铁、纺织等1400多项商品。根据这个条件，咱台湾嘛也未甲墨西哥签。其实台湾对墨西哥的双贸易，目前是台湾是一个顺差的状况，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对于墨西哥呢是产生了大概有300多亿的一个出口量。那出口量的部分包含着所谓的 PCB 啦、载板啦、车用模组啦、零组件，这些是一个大宗。根据经济部的数据，2024年台美贸易总值是108亿美金，台湾出口去墨西哥79亿，墨西哥对台湾出口29亿。2025年总额是242亿美金，台湾出口211亿，进口31亿，整体表现是贸易顺差。根据统计，台湾主要出口显示卡、GPU 处理器、控制器、印刷电路、面板、路由器等，尤其板卡厂互人点名，可能大型有影响。等于是台湾的离岸外包，这一波事实上是针对钢铁、塑胶等传统产业。另外一块重点是我们全球有所谓的资通讯协定。专家分析，墨西哥主要是要联合美国的关税政策，防止中国泄露生产地。台湾出口上济的商品拢有受到 ITA 的保护，伊个影响是会使控制。经济部表示，关税措施最后施行的项目甲法案的内容还未正式公布，会持续关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美国一礼拜三伫委内瑞拉的近海扣押一架防制裁油轮，昨美国的财政部又搁发布新的制裁令，甲总统马杜罗的夫人甲伊的三个孙仔，搁6架要载上原油的油轮，搁有相关的航运公司来做制裁名单。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嘛讲，目前海上走私毒品已经有减少，即马美国嘛要来展开陆上打击毒品的行动。几落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直升机加海华防卫队直升机，10日一直出入波多黎各南部庞塞一个机场，这个所在甲委内瑞拉只敢继续加入比海。美军愈来愈多，也代表美国甲委内瑞拉的关系。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想要甲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邀落台。川普10日也甲记者讲，美国正在加入比海炸导弹行动，正紧就会延伸到陆地。If you look at the drug traffic by sea is down 92%. And nobody can figure out who the 8% is because I have no idea. Anybody getting involved in that right now is not doing well. And we'll start that on land too. It's going to be starting on land pretty soon. 美国动作这么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谴责美军吹襲伫咧海上扣下委内瑞拉油轮的行動。伊批評美軍甚至唔是伫咧委內瑞拉外海，而是伫即要進入大西洋時陣綁架油輪。Absolutamente criminal e ilegal cuando procedieron a un asalto militar, secuestro y robo como piratas del Caribe a una nave mercantil, comercial, civil, privada, una nave de paz. 对此，北京的发言人李威特公开证实，讲这是美国司法部批准授权的行动。要拿船顶的原油，美国会用正式的法律程序扣下。即马本来要出港的至少600万桶委内瑞拉原油拢化停。 And we're not going to stand by and watch sanctioned vessels sail the seas with black market oil, the proceeds of which will fuel narco-terrorism of rogue and illegitimate regimes around the world.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范围一直扩大。1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甲委内瑞拉第一夫人弗洛雷斯甲伊3个孙仔，总共4个人列入制裁名单。另外，美国也会制裁6台伫最近不运送委内瑞拉原油的油轮。路透社报道。 因出货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辑。再来看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虽然无亲身来出席领诺贝尔和平奖，也毋过人煞雄雄出现伫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伊个公开表示讲是美国政府斗3天，伊才有法度来到挪威。伊嘛话声讲一定会个登去委内瑞拉。 伫去到挪威首都奥斯陆了后，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行程正满。伫参访挪威议会时的记者会，伊坦白讲，确实是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才当来到奥斯陆。I believe every country has the right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in our case, 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Trump's actions have been decisive to reach the point where we are right now, in which the regime is weaker than ever.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座高风险的旅程，马查多是先换衫出海，坐小只渔船去到加勒比海古拉索岛，再搁坐私人飞机经过美国去到挪威。过程当中，伊避过10个军事检查站，伫海面拄到大风影。过程当中，都有人帮助联络美军，才会当避免伊的船只互人崩去。当伊伫加勒比海的时，空中还有2架美国海军 F-18战机，驶差不多40分钟。 Of course, I'm going back to Venezuela. The Venezuelan government would have disappeared me if they found me when I was in Venezuela. And I know exactly the risks I'm taking. 当伊骑出来到奥斯陆大饭店落台的时，下骹的民众拢欢喜咧喝酒，伊用双手甲家己揽的，也搁远远甲大家敬一个。群众情绪激动，一直喊勇敢甲自由，也唱出委内瑞拉的国歌。 马查多伫2004年指控马杜罗政权大选作票受到威胁迫害，大选了后，伊拢无通出来见人。当联诺贝尔和平奖伫10月公布名单时，伊也毋捌出来。毋过针对马查多偷偷出境，委内瑞拉有人批评，有人讹乐。Por varios años y es una persona muy luchadora y para nosotros es el ícono de libertad en este momento. La oposición venezolana, los que llaman una intervención militar. No están acá en Venezuela, sus familias no están acá en Venezuela y no les importa qué es lo que suceda
马查多出现伫挪威了后，伫委内瑞拉引起无共款的反应。伫伊宣誓一定会返去厝的时，这场高风险的旅程到底会真做是反对派团结的机会，也是互委内瑞拉政治规矩更较复杂，外界拢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提案的陆欧和平计划，传出一寡争议的内容，包括要求乌克兰的军队要对顿内茨克撤离，罗西亚的军队煞会当伫当地来设自由经济区，未来会阁来针对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处理来谈判。上新的消息是，罗西亚讲已经阁占领一个前线的砖头，北约嘛提出警告，讲若无法度来阻止罗西亚，后一个恐惊是北约的成员国受到攻击。美国提出的罗西亚甲乌克兰和平计划，去互侪间欧洲甲亚洲的媒体解说时，要求乌克兰部队退出罗西亚占领周围以外的顿内茨克地区，由罗西亚伫当地设立自由经济区。罗西亚无需要撤军，只要停止新的攻势就好。安尼的设计，互乌克兰内部批评是用因的主权换取暂时的停火，互罗西亚伫毋免停战的状况下，先得到对土地甲经济命脉的控制。In fact, other than President Zelensky, is people love the concept of the deal. The easiest thing is sort of like a complex real estate deal times 1,000, right? But it's a deal that would have stopped the killing of thousands of lives every month,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lives, mostly soldiers. 外界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扎波罗热核电厂未来优先掌控。传出草案是想要让核电厂由国际原子能总署监管，部分电力供应罗西亚控制区，一部分输送乌克兰本土，用安尼换取战场降温、详细条件甲安全机制，双方也无共识。About an hour ago, we had convers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eam about possible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Ukraine, and we are working on a framework document, and it must be strong enough to truly work. We believe this document should be approv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is would mean real, solid, legally binding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our country. 同一个时间，罗西亚国防部公布无人机的画面，讲已经完全控制顿内茨克北部的小镇西维尔斯克，这是向重要的交通地点斯拉夫扬斯克推进的跳邦。克里姆林宫甚至伫会议中公开恭喜前线部队解放这个城。不过，乌军强调，市内部分街区也搁伫乌克兰的手里。罗西亚只是趁天气歹渐入来，状况也无输赢。面对这份备受争议的和平蓝图，北约一方面持续伫秘密谈判桌顶，甲美国、乌克兰、罗西亚多方沟通。另外嘛，公开提醒欧洲袂使甲战火当作是遥远的冲突。伫柏林的一场安全会议顶，北约秘书长吕特讲，咱就是罗西亚的下一个目标。民国必须要紧调整做战时的思维，全面提升军备甲产能。无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过来消息哦，过来看屏东九如乡有一个少年人，伊带家己饲的蛇蠓出门去买物件，人说互蛇哦，甲阿妈棍颠掉的，佮绊倒着伤，送病院，加在是无介严重哦。这个查甫人伫今年9月嘛，捌互伊家己饲的蛇夹着伤。据消息提醒讲，虽然大只蛇会当来当作是动物伴，也毋过哦，主人嘛是爱注意家己的安全。救护车赶到现场，有民众通报一名查甫人互蛇颠伫颔棍仔，因为喘无气跋倒去弄着头。代志发生伫12下晡4点外，屏东九如乡的东宁路，连消防人员嘛出动到现场斗掠蛇。厝边仔表示，这名少年仔定定带蛇出来散步，想袂到煞发生意外。他从这样往后退，撞到那个后脑，好大力哦！而且那个蛇一直勒在他的脖子上，还有隔壁的那个鸡蛋糕。他去把他的那个蛇的尾巴把它拉开，嘿啊，因为他倒下去的时候，真的满脸都是红色，讲也讲不听啊，他就是要咬，然后就被咬过2次，一次被咬到大腿。我是不会怕，但是我弟弟跟我弟媳他们都很怕。画面看到，迄当时这名姓林的查甫人，甲一尾猛蛇摸伫颔棍仔，要到附近买物件，结果蛇一时失去控制，发生意外。好佳在伊人受伤无介严重，下暗就返去厝休困。伊的亲情拢无赞成甲蛇饲伫厝内，但是姓林的查甫人足爱蛇，嘛饲4、5只。9月时特别因为互别只蛇夹着手，才去换这只大猛蛇回来。没有那么精致，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像猫狗在会认识的饲主一样，或是饲主有进来的时候，那个蟒蛇就有动作想要
抬头，然后看一下事主。事实上，那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被制约。专家讲，足侪人会饲这种大尾鸟做宠物，但是伊大只会生到4-5公尺这么长，需要有空间，而且抓认主人的行为无这么好，所以提醒民众饲蛇嘛是爱足小心。记者柯永杰屏东报道。前几天哦，中华有民众甲上百粒赖达蛋粪扫车，结果导火。伫新竹市哦，有民众甲无爱的行动电源嘛等到粪扫车嘛险啊爆炸。环保局是强调讲，锂电池也是一般的电池哦，拢一定爱回收处理。这个堆收粪扫烧到一半，粪扫车后斗熊熊呛烟，驾驶赶紧停车，把车顶粪扫全部拢倒出来，泉水降温。尾仔发现是有人把行动电源当作一般粪扫，等入粪扫车差一点啊，就发生意外。司机就赶快下来，把那车斗啊，整个弄起来，把垃圾赶快倒出来。倒出来看里面还有没有在冒烟啊？环保局指出，行动电源甲一般电池一定要确实做好回收分类。民众若是无按照规定，会互人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上班，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款。罚钱是小看待，上惊是会造成爆炸，产生危险。会在垃圾的清运过程中，可能因为压缩，可能因为锂电池本身的损坏、放电，会造成清洁车的火灾的一个发生。民众如果未依照规定来做好分类的话，依照废清法是有罚则的，可以裁罚到1200到6000的罚款。因为没有做好确实的分类，这个电池呢，经过我们垃圾车的压缩之后，已经发生火警，造成清洁队员人身的安全以及车辆的安全。所以我们深切希望民众能够配合这个分类的确实工作。环保局也提醒民众，伫处理用刷的电池，一定要注意先确认电池的种类，而且分开放，千万袂当乌白掺做伙。尤其是锂电池会因为接触到其他金属，就会烧拍电，增加危险性。呼吁民众爱做好回收分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外送员专法初审通过，有报的执行长之前来台湾是表示讲正肯定这个专法，也毋过伊认为无应该禁止下单，就是伫同一间餐厅会当帮无共的消费者来送餐，也是讲顺路帮同一个消费者摕无共餐厅的订单。也毋过今仔早起外送员团体是强调讲，目前的专法并无禁止下单，嘛呼吁立法院爱赶紧来三读通过外送员专法。专法三读，专法三读，杜绝剥削，杜绝剥削。大声喊口号，呼吁立法院赶紧三读通过外送员专法，莫互平台剥削外送员的劳权。几个外送员的团体透早去立法院外口抗议，强调 Uber 执行长访问台湾，针对专法内底下单的情形，内底讲法甲实际上有争差，认为专法并无禁止下单，无应该用这个理由压低因接单的价效。50块以下的订单非常多。平台为了阻挡专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欺骗社会大众。外送专法三读通过，保障外送这个产业。因为顺路，所以你少抽趴吗？对消费者，你对餐厅，你该收的费用都收，可是最后牺牲的是外送员。这个逻辑，我不晓得他怎么去解释这个逻辑啊。所谓下单，是咧讲外送员若是有顺路，会当伫一间餐厅。做一届，甲几个消费者摕饭包，或者是替共一个消费者去两个无共餐厅摕饭包的订单。目前外送专法内底，每一条订单明确定义做一个领饭包的地点，甲一个送到位的地点。不过外送员的团体认为讲，若是一抓路送几个所在，袂当干那以一件订单来算。劳团嘛做伙来赞声。工会它有一定的代表权跟协商能力的时候，其实平台应该也要来跟工会谈啊。好像要让消费者觉得说，这样涨价是不好的，但是其实这样也是变相的在压迫这个外送员。针对这点 ，Uber Eats 回应讲，调业协商应该检视相关的条文，评估可能对产业运作造成的影响，兼顾外送员合理的保障，甲产业的发展，才会当建立公平落实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
统计指出，讲2022年新增加13万个癌症的朋友，目前癌症的5档存活率嘛已经超过60%了，会当来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毋过，癌症希望基金会调查嘛发现讲，癌症的朋友伫治疗期间，也是讲个转去工课场，嘛是拢个爱面对真侪问题哦。所以呼吁政府应该爱有一套治癌劳工沟通的指引，来打造优胜的工课场。爱后友善就业，治疗与工作平衡。朋友团体甲民进党立委王正旭12早起联合召开记者会，公布上新癌友就业现况调查，发现癌友伫治疗期间甲中会这段时阵，普遍面临制度不足、沟通不便、卡甲企业欠缺支持等3大困境。如何能够让这一群癌友们，还有他的家人们，在这个罹癌治疗过程中跟康复以后，如何能够保有好的工作环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高价的癌症用药，它是需要自费的，所以如果一旦他没有办法顺利的回归职场，整个家庭的收入立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癌症希望基金会指出，超过9成治癌劳工上需要主管协助工作内容调整，会当调整的工时，提供优先的休假制度。不过其中，敢若一半的受访者认为，雇主会当满足需求，差遮济，互一寡癌友伫治疗甲工作中间陷入两难。1年请病假在10天内呢是不可以有不利处分，而且举证的责任是由雇主来负担哦。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22年新增加癌症人数是13万多人。早期体检治疗会当提升以后存活率，转癌症的5年存活率已经达到60%。愈来愈侪癌友会当治好正常生活。癌友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建立治癌劳工这场沟通协调指引，打造癌后优先的就业市场。劳动部是答应会甲诉求早登去做研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宜兰的首尔顶个月做大水哦，除了首尔市区，等个中华马赛地区灾情嘛真严重。县政府是提出新城溪港口佮大排环境的改善，佮抽水站等建设，要争取6亿嘛要来做河水的下水道。行政院嘛承诺讲会来协助。另外，地方哦真关心的首尔分洪道的工程，今仔早起嘛伫公所来进行基本设计的审议。这是首尔庆安段主办市地中卫区，伫首尔马赛，我将要咧办理相关的工程。不过，即届首尔11月11淹水，中卫区灾情严重，居民的厝内拢淹水，规个拢涂刷，家具嘛因为受损等，敢来当单调。一个水杯，他用了15年了，他拢一挂头锅，拢无力顶它。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港口大排的这个堤把它加高，然后把这个河道加宽哦。地方讲马赛地区的水尾汇集市区所有排水甲港口大排，并无疏浚，排水量无够是淹水的原因。县政府回应地方的诉求，提出新城溪港口大排水环境改善的相关计划，除了甲港口大排布花贴管，嘛会争取起新马抽水站，甲6亿的经费起首尔市区河水地下水道。我希望说，水安全治水、水环境、污水，所有的一套整体的把它来做处理。他们也蛮支持的。行政院政务委员陈金德12早起去新城溪视察，答应首尔淹水的问题，即届中央会斗3工做一届解决。相关计划经费会纳入去影响气候变迁、县市管理河川甲排水整体改善计划来支用。若地方关心的首尔分洪道，中道会伫首尔镇公所审议基本的设计。真侪人咧误会讲都淹水才来宣布，其实是前一计划经济部就同意的。行政院表示，起首尔分洪道还无够的20亿，确定有编入去明年4年1000亿地方管理河川计划内底。这是伫淹水进前的1个月，行政院就已经同意。基本设计审议的结果，按算下晡3点就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第16线南投县的水里乡到信义乡的路段，闹风台落雨，拢定定崩山。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早起是甲交通部长陈世凯到现场会勘，部长嘛表示讲，会用25亿的经费分段来改善哦，按算2027年动工。波摊方的那个路线就是我们现在要报告的台16线。第16线是南投县水里通向信义上良部落的重要道路。不过山边无稳，路线弯弯弯弯，造成雨水期时定定会崩山，无法度通行。立委要求交通部公路局地方政府前往会勘。
钱不够但是我们就慢慢挪，想办法把这条大家需要的道路把它做起来以上跟委员们报告也跟乡亲们报告。25亿的这个就是拓宽建设纳入了省道改善计划，还要实际上还在1.5亿又带这个礼物，还边坡改善完之后，后面就规划要来动工。第16线拓宽讨论几多年，一直卡伫预算甲工程基定无明确。即马交通部毋若承诺会开25亿分段改善，也同意投入1.5亿加强线壁保护。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第16线拓宽拍算对2017年6月动工，分作3阶段施工，也建议提供替代道路，避免工程期间影响居民通行。我们台16线19K 到25K、6K 里面的3K 比较破碎以及比较道路需要改善的地方。南投县政府表示，第16线19公里到25公里，几若位路基老化、高压损害，国道会互大型车正歹小闪车。这届伫立委的协调下，交通部也答应，按算来明年雨水期进前，就会先完成线壁改善的工程，降低落石甲崩起风险。记者陈品仪南投报道。铁道局进前开3亿经费设置的铁道智慧云平台，甲桃园捷运合作，透过大数据来监测预警，嘛成功减少7成到8成的慢分哦。今仔早起，佮宣布要成立铁道智慧中心，5档内会来补助4亿5千万，来协助代替高铁佮捷运，嘛要设智慧云来提升铁轨路安全甲稳定。今天总共我们有100个工班要在现场做工作，好，那么这100个里面有39个是属于所谓的临轨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施工。透过铁道智慧中心的铁道智慧云平台，即时监控铁路工程的施工状况，试办过监控系统了后，施工的意外有下降的趋势。铁道局推动5G 智慧铁道计划，建立铁道智慧中心，12正式启用，透过统一的资料计识、通信协定等等的机制，让每一种铁路拢会使运作，支援营运监控甲维修管理。遭遇到这个天灾上面的一个异常情况，那么我们透过铁道云的云平台呢，就能够及时掌握单一系统它的营运状况。好，那哪个地方的这个车站需要做所谓的联防跟疏运？哈，那我们可以同步来去透过铁道局去协调其他的友军单位。目前桃园捷运全线58项的铁道资讯已经完整加入系统，代替甲北侧部分车站的监视器嘛，拢会传起来。未来国内9间铁道系统的资讯拢会整合到平台，对行车到即时状况，也有维修的资讯，拢会使看甲一清二楚。对源头来把关，希望讲会使增加系统的稳定度。预防式的维修管理，可以防范于未然，然后让整个系统的效率跟服务都维持一个高的这个品质。学者分析加入 AI 大数据了后，发展出新的铁道管理的模式，希望会使提升铁路管理的品质。未来这项技术嘛会使正做建本，输出到其他所在，嘛互铁路产业发展出更较侪可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基丁有大学生看到一阿嬷3更半暝，家己行伫路顶，赶紧去报案。这阿嬷已经无啥记伫路，敢来记得家己的名。也毋过阿嬷的身躯边有一只狗仔是对条条。警察在阿嬷的找路，这只狗仔是拢装大声。警察就对这只狗仔行，嘛真顺利，就找到阿嬷的厝。姐啊，你住对？刚才啊，你敢有证件？坐伫电动车顶悬的负责人，原经问啥拢伊毋知，敢若知影家己叫啥名。高雄基丁有大学生发现这位阿嬷3更半暝，一个人行伫路里摇摇摆摆，惊到大人发生危险，就赶紧报警。原经到场想要送阿嬷转去厝，不过阿嬷毋若身躯顶无证件，都连年过厝住伫倒拢想袂起来。安尼就毋知你的厝伫对啊？我开车载你去找。远景上坡决定塞车载阿嬷哪西哪找厝，车只驶叮当，一直对伫阿嬷边仔一只白色的狗仔，就装大声，而且佫沿路行，沿路滑头看车有对起来无。远景规气塞车对伊行，想袂到竟然真正找到阿嬷因兜。警方表示，阿嬷姓林，今年已经80岁啊，记忆无改好。厝内底剩伊甲后生2人，后生因为食头路，伫厝的时间无济，平常时拢是小白甲阿嬷做伴。老父饲养的米克斯犬小白，竟展现惊人灵性。在巡逻车前引路，成功带领警方将主人护送返家。预防失智长辈
或是心智障碍及精神障碍朋友走失，提供安心手链申请。手链上刻有家属电话，当长辈走失的时候，市民朋友或者是警察局可以透由联络电话联络到家属。警方表示，阿嬷走无去的所在，其实离因兜敢若200公尺。伫咧了解阿嬷的状况了后，后续会加强关怀。另外，社会局也强调，会主动去关心这个个案。你民众出来时段若有失地的状况，会当家己申请安心手链啊。若无拄好人走无去，就会当随时联络到家属。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台湾2027年开始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哦。伫中华岛高中生主动发起讲，要甲因中昼顿无食了的菜来整理好势，提供予临安基金会有需要的民众，望讲会当来减少浪费。学校中昼休困时间，所有一群学生利用这个时间，详细地整理中昼顿的菜尾，有肉有菜，拢是准备要送予临安基金会，提供有需要的寒暑享用。阮姓氏团队即马有6个人，逐工中昼，阮会去总人整理剩的饭菜，然后提供给临安基金会。参加这个计划了，我学到我袂使讨这食物，爱甲珍惜食物。根据产业全联会统计，台湾逐工校园中昼顿食剩的饭菜，单条的喷大概有500吨。台湾后年开始禁止用喷饲猪，互学校的喷变甲真恶处理。中华有高中为7年前开始办省食计划，甲清气无食过菜尾提供予有需要的弱势民众，买当互要倒掉的饭菜有更较好的运用，减少讨债食物。咱这个计划已经执行已经7档啊，嘛希望愈来愈侪同学会当参与这个活动，送幸福给社会的人。临安一直拢有提供餐食的服务，一礼拜差不多爱开几啊千块的菜钱，其实负担较大啦。这学校的剩食嘛，会使帮阮平安站减轻很多负担。临安基金会表示，目前学校提供的爱心饭菜会当做2顿，提供予100个人食，毋来当减少学校中昼顿剩的量，嘛互社会弱势会当食1顿饱。学校嘛希望靠更较侪人做伙加入省食计划，培养珍惜食物、卖讨债观念。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中航空科技大厦举办真人甲 AI 来 PK 比赛料理哦。AI 师傅虽然会当有标准化的作业，也毋过学者是认为真人师傅会当来提供有温度、有文化内涵的服务 ，AI 应该暂时阁无法度取代。摕到中餐以及刀子证照的同学定啦，甲真熟手。毋过另外一边。AI 智能刀子嘛伫机器内咧料理，主角彭讲 AI 这波应拍入餐饮业，航空科技大学举办真人甲 AI 刀子比赛，客家炒肉，蒙测结果7比0 AI 险胜。食材吃起来口感，我觉得豆干是很好吃的，很嫩的。AI 的话是辣度比较重，但咸味比较少一点。所以我是偏向比较重口味啦，所以我是投人工的。台湾理属餐饮业长期欠工，根据劳动部截至2025点半年上新的欠工统计，饭店甲餐饮业以4.4%一欠率仍然冠军。政府表示，上紧为2026开始有条件开放外籍技术人力的引进，协助房务、清洁、柜台甲餐饮等工课，贸业者期待科技弥补人力的不足。AI 智能刀子会当全自动调配食材甲酒料，会当做2500项标准化的料理。可能我今天要放1匙的盐巴，那可能会变成是1平匙，或者是半匙，或者是满匙，因为每个师傅炒菜手法会不一样。但是 AI 自动化的机械呢，炒出来的口味，它所投放的酱料是完全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餐饮业的时候，比较这种所谓的比较具有温度的这种服务的时候，是机器是没办法替代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料理手法上的话，可能暂时目前机器可能还没办法替代到这个区域。不过学者认为 AI 可能会当解决部分餐饮人力的问题，不过无法度传达饮食背后的文化意义，参数背后的配方也是为人类的创意来的，机器无法度根据现场临时调整，真人刀子的价值现阶段也未去互取代。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英国的航太业者推出上新版本的空中客定车哦，交通的时间是会当缩短5倍，嘛会当减少污染。也毋过哦，空中客定车的费用毋是一般人有法度负担的，恐惊只有好业人才坐去。
英国航太业者 Vertical Aerospace 推出上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机 Velo， 车早伫伦敦公开，伊会当像直升机共款垂直起降，缩短需要的空间甲范围。毋过无像直升机遐尔吵，嘛袂产生垃圾的空气。Really is super simple. You push forward on this lever, it makes you go forward. You pull back on the control stick, it makes you go up. You just point using the tools you've got and looking out the window, and the aircraft works out how to make it all happen for you. Vertical Aerospace 表示 ，Velo 会当以1点钟240公里的速度飞160公里远，而且安装为2019年的第1季开始，专注伫英国重要经济中心的连接网络。举例来讲，为新的中央商务区金丝雀码头搭陆地客运车到希斯路机场要60分，不过空中客运车只要12分钟，而且车钱会当比较 Uber。不过有专家讲，一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机制造的成本差不多400万至500万的美金，恐惊敢若好业人才坐得起。I don't think these things will last very lo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ve got dozens of people wanting to enter this. They've got a limited amount of upfront funding, uncertain abilities to get more funding, and challenging business plans. That's a recipe for mass bankruptcies, economic carnage. 针对专家的疑问 ，Vertical Aerospace 讲，虽然伫伦敦电视的版本敢会当载4个乘客，不过其他的型号会当搭6个人。伫同款的工作日内底，陆地客运车敢会当载1个乘客，不过空中客运车会坐满，效率加6倍，而且每一天出勤的次数嘛加5倍，所以马路的经济效益是地面交通的30倍。公司新闻新竹杯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